台中梨山地区受到4月初3的地震影响，拢总有220粒水塔损坏，其中有70粒这农用的水塔是因为做事的人和土地所有权人无共人，所以无法度来申请补助。当地民代就呼吁，就要放领这申请的资格。台中市府甲农水署表示，只要经过区公所认定，这申请的人有实际做事的事实，就会提供补助。 民众徛伫咧家己的水塔头前，感觉真无奈。403地震造成台中梨山地区220座水塔受损、倒去甚至破去，有的还阁是灌溉民生两用，当地用水出现问题。我破2个哈，哇，蛮严重的，那个水塔都破掉了。这个地震哦，这个非常大，很希望有关单位、我们的政府哦，能够协助我们一下梨山地区。 梨山因为自来水无普及，为着灌溉所果甲民生用水，普遍拢是装大型水塔。农水署最近伫咧梨山受理灾后补助，受损水塔会使照无共的栋数补助2.4万至24.4万块不等。但是其中有70座农用水塔，因为建筑者甲土地所有权人名无共，无法度得到补助。和平区区民代表罗正玉呼吁，应该帮您认定。就拜托陈警，因为确实有实际耕作，而且。 这个水桶也损坏，急需要民生用水的帮忙方便，而这种情况之下，所以我们才会去拜托来陈情。申请人与农地所有权人如为不同人时，经查证申请人确实为实际耕作者，如公所登记有案或相关证明文件。 农水署亦会予以补助。罗正又表示，耕作者甲土地所有权人名无共，是早年民众买地种植所无变更土地所有权人所造成，有伊的时代背景因素。台中市农业局甲农水署台中管理处拢表示，申请者就算讲毋是土地所有权人，只要确实是实际耕作者，会使提出区公所等相关证明文件，就会使补助。记者台中报道。